倒一个？你讲迄个三角形哦？对啊。迄个三角形就是三角形内底有一个人，就是讲人会对迄路两过车赛车的人爱注意，遮赛车伤凶，啊行路人就会去互弄着安尼。啊，不是，迄是啥物啊？迄就是讲哦，伊顶头写是人行道顶悬，吼，也是要骑客运车，就爱用牵的。啊，因为遮是迄人行道咧行，人咧行的所在，啊，客运车也是一遮，就会甲人相落。所以遐牵咧遐。对，就用牵的，就是迄个脚踏车袂使伫咧遮用驶的。我的车一道，为什么你无想要停咧遐？哦，袂使停在遮，我是停咧停车场，就是咱赛车也是要伫咧遮停较久的，爱去停车场。啊，遮拢是临时接送的，比如讲高铁出来，还是火车头出来，要等朋友来接，还是等车的。啊，无按这咧。倒一个？这哦，这就是讲一站中的车位，就是站中伊伫遮会当落车，就是互站中的车停的。啊，母迄啥物啊？哦，迄就是因为伊惊人对遐驶过来要挖这边，所以这是袂使入来的。这是单行道，就是车对遮袂使对遮入来，爱挖对遐。你有看无？你看车，伊袂使对遮，你若对遮内底，就甲遐个车来就相碰啊。安尼你知无？这也要位遐。对。你看这是啥物意思？你敢知？唔知。就是讲，伫咧即个附近，敢若会当驶30，袂使驶伤紧。因为遮车遮济，人遮济，所以驶到遮就爱减速，啊豆啊驶30就好，袂使驶伤紧安尼。啊，我那这是啥物？这就是讲要过车路爱先试这粒，安尼，因为这车伤济啊，车经过的速度甲车辆伤济啊，啊你要等爱等遮久的，所以爱先试，伊才知影要紧互你过安尼。我试好啊。所以过车路进前爱创啥？爱看啥物？红灯。啥物灯？红灯就袂当行。所以即摆迄是啥物色的？红色的。所以就暂时袂使行，对无？啊，咱遮的车会使。对。迄，咱遮的车迄会当迄边的车红灯停，然后阮这边的就过这样。好，你看这边车拢停落来，你有看见无？你有看见变灯啊无？青灯啊，所以就代表青灯的时阵人爱行的，这是啥物所在？你讲？斑马线。对哦，就是咱人咧行路的时阵爱行斑马线。社会讲台语。单行道，单行道。车红灯，车红灯，斑马线，斑马线，这个是啥物？这个是啥物？